整網頁唔係一開波就寫曲嘅，同煮飯一樣，要先好好計劃。網站開發有一個系統化嘅流程，主要分做5個大步驟。第一步係規劃，你要先確定網站嘅目的、對象同埋內容範圍，之後就要畫個網站地圖，即係 site map，列出晒所有頁面嘅架構。第二步係設計，呢度要定好版面配置、顏色配搭同埋字體風格。我哋通常會先畫個線框圖，即係 wireframe。排好啲內容位置先。第三步係開發，用 HTML 起骨架，再用 CSS 幫個網頁扮靚，仲要用 JavaScript 加互動功能。如果要有動態內容，就要搞埋伺服器端。第四步係測試，要檢查所有連結有冇死 link，同埋喺手機電腦睇正唔正常。網頁載入速度都好重要嘅，太慢嘅話，啲人就會走晒。最後一步係發佈，將網站擺上伺服器。之後仲要定期更新同執重。一個好嘅網站一定要兼顧好用程度同埋無障礙設計，方便所有人用。